喺呢個充滿野性嘅商業世界入面，每個人都喺爭奪注意力。但如果冇人見到你，又點會知道你嘅存在？有啲人識得發光，佢哋用風格講自己嘅故事。但有啲人就淨係等客人嚟揾佢哋。聰明嘅人呢？佢哋會令自己被見到，又被聽到。佢哋去創造，去聯繫，去製造話題。藍連創意動力，令願景變成生命。